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传承客家文化，同时发展客庄，一直喺客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嘅内容。但是听到我哋时代进步，其实我哋客庄地步人口越嚟越少嘅。嗰種我哋移居客莊，同我哋客莊以及有嘅計劃已經行到天一界。我哋今日要講到來賓會天一界，伊個計劃嘅得主，我哋想滿意，伊個做乜嘅想愛以及客莊。我哋馬上歡迎今日我哋來賓思凱來到嚟現場，思凱好。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馮思凱。思凱，我想問一下哦，因為開始嘅時間，唔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自己好冇？好，大家好哦。我係思凱，我爸爸係美濃嘅客人，媽媽係台南人。韓細呢，因為伊原諒嘅吼，去台南做條路。我同弟弟就係阿公阿媽吼帶我呢。所以第個美濃嘅生活吼，咱們印象深刻哦。很快樂安尼吼。後來到台北。這個大學咪大學又做條路，差不多都經差不多20年一直想要回美濃，所以就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那遇到這樣的一個計劃，就覺得很不錯，就去申請了這樣的計劃。你頭都有講到講萬西路睇美濃我阿公阿媽帶睇嘛，即係蠻記得講幾時間，因為講美濃最快樂嘅回憶係乜個東西啊？阿公阿媽以前出有種東西咩？最條擺係呢煙葉啦，過來就有水稻啦，各式各樣的白玉蘿蔔安尼種子。以前明年去嘅做，我同弟弟都皮研去田區裡搞就大自然的那種感覺，然後土地的感覺有很多的昆蟲動物那這種感覺是真蠻好的，很快樂，很開心，無憂無慮的。都從太自然接觸嘅一個過程地方啦。因為你這個經驗都歸貼喺度講，冇錯，你這個萬西睇美濃睇嘛，阿公阿媽睇，但是你這個睇台南，喺台南嘛算是一個歸繁榮嘅地方嘅，喺度有讀書嘅關係，有個睇都市鎮嘅。咁中國嘅你這個會以為講都市鎮嘅方便啦，嗰種道邊啦，唔會想咯，還是最乜你要想去回到美濃，你有想過做乜冇？為什麼會這樣子？當然啦，去台北很多年，交通也方便，買個東西一出一出，資訊也發達，有什麼好玩的對，真蠻多。不過也跟同我做的工作有關係啦，我就一直就是業務工作嘛，做久了，工作時間又很長，比如安泰，同細年的互動嘅時間都冇咁長，跟阿媽90歲，所以一直有這樣的想法，會歸，雖然說交通上沒那麼方便，但是那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其實講到一片落後，我常常會感覺到講，從有啲經驗啦，如從我這嘅生意啦，這睇台北成翻嘛，而家嘅生意呢，每筆暑假、寒暑假嘅時間，如果把帶過來等，其實咱規棟我哋鄉下差唔多1-2個禮拜。可是有一擺過年嘅時間，因為過年嘅時間，伊嘛會專門假時間嘛，我帶把生意帶過來嘛。伊連台北嘅同學都講，我好羨慕你有南部的家可以回去哦。嗰時其實同我思凱的一啲經驗，同我哋分享到講，伊萬世嘅經驗其實會影響到。伊喺呢邊嘅態勢做決定，同時對於幾多人來講嘛，我哋思凱有啲幾幸運嘅一啲地方講，伊話呢啲地方還可以過去。即係談到一邊我都想，我都馬上都想到嗰件事情，都想到講，冇錯。其實你更加嘛係希望講，你喺生意呢，玩童年嘅時候，可以教你以前教過嘅東西，教你講下一啲安快樂嘅生活。但是問題係歸來冇簡單啊！嗰時其實講。那歸來美濃然後多有一計劃，當初剩下一計劃嘅時間，
甲基本内容用的一团啊，在咧长官讲。因为刚刚有讲到我做了很多业务啦、行销啦，也的工作没所以我就想说，把我的这些经验啊、背景这些东西，能够融合到米农的已经有的资源山跟水啦、田园的啦、农田的啦，然后这些食农教育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客庄的那个哈发可以融合在一起。我的弟弟安尼嘛迄创作的音乐人为解所以就想到可以再把这个音结合进来去把现有的已经存在的这些东西能够去火化起来，能够去带给更多的人知道。但是你头有讲到讲，其实是某去培养阿婆。嘿，咁么嗰阵应该喺咧睇阿婆罗卡哈，还是这个睇米农有啲理嘅关系？就我哋就一个三合院，一个佛房，我堂咱们睇。咁阿婆以前都开喺私田咩？嘿啊，他们一辈子都是种田的，一直到大概80几岁。那其实阿婆算好了嘛，真蛮好命的吼，真是就有点按怪顺的，睇以前人讲老人的时间，一般养一股来皮，嗰种人呢，照顾阿婆，发觉阿婆的田你就可以想到一讲。不敢想这件事情，因为从来没做过。以前在田里面都是在玩嘛，那现在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不过一下爱出瘟疫，然后一年租给别人多少钱？他说只有几千块而已，我就有了那种勇气，你知道吗？因为反正顶多就是几千块的一个成本。高发一般买几千元啊，你这个主意嘛几千元啊，而且高发一般嘛几千元。我自己就算再怎么样差拼命的学，拼命的去做，一定也可以超过这样的一个经济价值嘛。所以就有这个勇气开始去着手。但是勇气的一回事啊，真的去做事情是另外一回事啊。不会困难吗？根本呢，阿妈他们也种了一辈子了，他们有很多的经验，然后我们也去访问，去找一些资深的农友，那包含就是因为我想要做的是有机。比较友善的去对待土地这一块的一个方式，所以去找到了在这边已经经营了很多年的一些这个有机方面的、友善方面的农友去请教他们。可是等于讲有困难的时间，如果有人可以去问啦哈。去问。天然问题都想讲，冇唔错啊，这个对面农有一啲几好的便宜嘛，同样一个便宜。但是你要加有没米农人？你要加米农人哈？没。可是一堆那边的便宜还冇啊，你用去说服他回来呢？的确，就是很多人会常常问到我们的问题，因为太太出台北里面她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台北。他很羡慕你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南部嘛。是，那因为我很喜欢回去，所以呢，我跟他们就是一家3口，每个月都会回美浓。这也是一个固定我们会做的事情。那回去之后，因为那边的地方咱们饭，有咱们都好高的东西，俺年会高水啦，一田 Q 里啦，我的儿子他也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因为他们也习惯了，然后也喜欢，然后跟家人也相处得很不错，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在提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大的反对，他也觉得说，能够回去陪阿嬷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可是等于如果平常的一啲作为，譬如讲米章嘢我过来一摆，其实慢慢的对人家来讲也没个土壤的一个家庭，也系慢慢的伊嘛有伊的机会。必了解讲，你农系能用的地方，天个一定用的一种生产的方式。其实我刚我最重要的，以看到也来的，嘛过好的地方。可是对于妈妈来讲，阿妈其实伊如果放心的，好，然后乱的下来，咁问题伊迄都更加有习惯冇。看是咱们习惯的，我可以是去那路弄来弄去的都习惯的啦。因为每个月回来跟这个地方越来越熟。所以他也开始有情感在了，然后跟这边的人也开始有一些连结，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他自己本身的工作呢，又是比较弹性的，有电脑，有网络，就走得走。所以俺年
这方面的阻碍就没安胎。主要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在想说，回来可以做什么？我回来可以做什么？我的经济来源是什么？主要是觉得这部分需要思考。嘿，其实也唔係幾多人，我講上咗古來，但是冇辦法古來，伊哋佢創業為了原因，佢其實就唔輕容易打算一件事情啦。一開始真的會有點慌，有點不知道怎麼辦或怎麼開始這個東西。那包含說我本來的經驗能不能夠歸類一系列，可以發展出一些東西，這都是一個未知的。那所以很感謝，很幸運，就是說回來這邊家人就幫忙做一些引薦啊，認識一些在地的，可能包含耆老啊，或是說美濃愛鄉協進會這些裡面的一些像總幹事啊、理事長，那慢慢的去跟這些人去接觸，那也有透過這些關係，我們就得到了很多的幫助。那個幫助就是說經驗上面的，我有很多的問題，我都可以去問他們。我就可以知道說，假設我今天辦這個活動，我要做西，我要做什麼，那他們有一些經驗就可以提供給我。我覺得這部分是對我很大的幫助。對，如果這個唔像古來以前也就故鄉嘅人講朋友啦，嚇我哋咧鄰舍啦，其實喺揾你哋人講工作上面咧諮詢嘅支持，其實係比較可以想講，剛還是古來一件事情係可以嘅挺好嘅。古來其實我哋長年古來我哋咧故鄉地方嘅時間，唔單止講以這個工作能力以外，其實故鄉嘅接觸度，嘛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因素。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嗰件細故事哦。翻古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時刻，同人講，一做夢愛古來，想要做夢嘅事情。第一這個申請到我哋學位畢業嘅計劃嘛，嗬。咁係咪同我哋廣東朋友紹介啊？講嘅計劃嘅名稱係乜嘢？好，我嘅計劃就係來轉農種山水一種。因為我想到一個名就跟我的那個內容有很大的關係啊。那來轉一個轉。他發轉就有點要回去的一個意思嘛，就跟我這次要回到我的故鄉有關係。那轉就有一個雙關，就會來轉動、來活化，這邊在地的資源。農種就會農地嘛，就跟我做的這個食農教育有關係。山水就會講，我覺得美濃這邊的好山好水，那黃蝶翠谷這個都是有很多秘境可以提供給大家，能夠來這邊更加的認識美濃，所以我也有設計了這樣的一個主題。那第三個主題就是樂章的部分。樂章的部分，因為剛剛有提到弟弟本身是一個音樂工作者，那他有寫了很多的客語歌，所以就想說，可以跟他一起合作，那把這個客語融合音樂的元素，然後帶給更多在地的這些孩子，讓他們更喜歡客語這樣。可是對下邊我哋咧計劃嘅名稱裏邊，都可以可能除其他睇有計劃嘅內容，會包含到我哋咧，比如講我哋農種啦，嚇我哋美濃嘅農田嘅生發，天一路山水，嚇農田咧美濃嘅山啦，美濃嘅水，嚇係天一路音樂嘅部分。可是對去年嘅開始吧，嚇去年嘅開始呢，都開始有個計劃嘅一個執行。咁你咪同觀眾朋友紹介下講，譬如講你今日執行到點解？你已經有那一發通已經提辦過嘅咯。就是去年的中秋節，因為跟弟弟合辦了這個音樂會啊。其實因為偉傑他在音樂這個領域也將近10年的時間了，那一直就覺得說，已經那麼長的時間了，怎麼沒有在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家裡面來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那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構思。那因為我們是一個大家族，這個大家加一加大概有將近100人吧，老老少少，那所以就希望可以結合家族的這些力量，然後一起來合辦這樣子的一個音樂活動。那時候也是包括前面籌劃，然後宣傳，然後到活動本身，
那本来一开始想说能来个100人就很开心了，结果后来来了300多个人，就有超出我们的一个预期。那所以那整个感觉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也结合就是在地的一个学校，然后有就是教唱客语歌，然后有一个发表这样子。因为对于我哋咧总体来讲，我其实我哋几难得我有一啲机会，通到我哋咧一啲音乐嘅算是节目，听我哋咧播放地方，来唱。那听你讲，从这个来攀岩发通的时间，你这个因为也睇下发通地方，你角色系乜嘅呀？我比较算是一个筹划，然后整合大家的一个角色啦。因为大家都很愿意帮忙，很想要帮忙，但是他们有时候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出力，所以就是要去整合这些资源，包含我哪边可以去借到什么设备，去借桌椅，然后谁可以当做这些工作人员来帮忙，然后去找哪些的店家去做宣传，因为我以前做行销啊业务嘛，所以我们也去做了一些在地的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宣传工作。咁中途都講一陣整合宣傳的部分的話，等於講喺我哋音樂非以前的儲備的工作時間都可以在想啊嘛。咁問題一團的東西其實有包含到幾多嚇？一團人連接，好嘛？譬如講乜人地可以乜人地方可以加東西，好乜人可以來聽書，好乜人地方可以去做宣傳。咁一部分的資源喺哪來呢？也是因为回去之后，大概2-3个月的期间，就开始跟在地的人做连接，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人，包含一些协会或是像中礼和纪念馆，或是奇美社大，这些不同的组织，慢慢的，在参与活动过程当中，在询问他们、咨询他们的过程当中，就知道了越来越多的资源。那这些资源对于我们后来办这个活动就有很大的帮助。我就知道说，我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的时候，需要什么专业背景的人的时候，我知道可以去找谁，或是说询问谁能够问到。但一部分的训练其实同以前的工作内容很有关系，係咪？前面累积的东西，然后在这边产生的一个发酵。因为做乜我按人問，其實因為我哋常常會因為講人家有歸來我哋咧農村譬如講青年返鄉也一幫地方。但係睇到上頭都講，一陣人本身如果有一點能力，譬如講我可能會做咖啡，我可能會做包嘅，我可能會做口頭詞，但是我哋常常會記唔得一啲事情，就講其實可以把一啲事情整合好了，嘛係一點能力。好，但是你看我哋常常我感覺到，我哋做咖啡嘅人可以搞掂嘅，我哋做包嘅人可以搞掂嘅，好，但是乜人可以把一啲人全部帶強下，可是等於講整合行銷企劃，嘛係一種能力。對。可是我幾時講啊？上門咧聽嘅問題，如果佢將來喺辦法當下嘅過程地方。觀眾朋友的，我都參加朋友的一個反應樣的呀。那一天大家的感覺就很開心，那因為是在一個三合院裡面，然後那種感覺就很輕鬆，然後而且有很多的家人朋友都一起來參與。那當然也有蠻大一部分是偉傑他本身的這個粉絲啊。那所以透過這種好像大家是家人朋友的一個聚會，很棒的一個活動，然後又是在中秋節，是一種團圓的那種氣氛，然後歡樂的，然後還有園遊會，大家可以這樣吃喝喝。對於現在來講的話，那真的是回想起來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可是像我哋發通其實唔單止講喺啲都市地方，其實鄉下來講，我哋嘛幾久冇看到嘅。因為我哋晚些時間，譬如我哋中秋節都半夜15嘅時間，我哋晚些如果拿到我哋爸爸媽媽用嗰種牛奶罐咧，做嗰種燈籠去帶嚟扛一毛，雖然如果耐容易老嘅，但是而家半夜15看上都純烤肉而已。係啊，其實而家連行用都冇人行誒，等於如外面有烤肉車，專門賣烤肉攤，好多賣奇古啦，你變成講其實幾多嘅節日對我哋來講。冇乜意思誒，
好，可是我相信，其实像头先讲的，其实我听下的呢，伊个半夜生啊嘛，可以看到伊个播放直播的音乐会，其实迄10万伊个几好的伊个建议啦。我等于讲，对你来讲，我发现还几百一开始都有啲几好的开始。咁，我哋音乐会拍下的，佢接上下来喏，你要拍你马上拍通咯。其实就像之前头都讲到诶，这个活动呢，它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因为我们办了一个让大家觉得很开心的一个活动，这也是我一开始的初衷啊，这种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好，那这也是我在这个计划里面，我希望能够有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我那时候设计了，就是跟我们的四季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它因为美浓本身四季呢都有它很特别的一些农产品啊，所以呢就把计划用四季的方式去做一个串联。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就会有农村体验啊，让大家能够来这个体验整个农作的过程，包含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啊，然后来享受这个农村生活、食农教育。那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因为到了夏天，大家都想要去玩水，到山里面去避暑嘛，所以呢就结合黄蝶翠谷这样的一个资源，让大家能够来美浓玩。那到秋天秋高气爽，因为有去年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就更有信心，能够再办一个更大的场次，结合更多的学校的学生一起来办一个像音乐联欢晚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又有这个特色的白玉萝卜又可以来做这个让股东来认股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佢從頭講烹飪羅品嘛，你去年的等於講，這個因為計劃其實算係我哋下半年開始，好，嗰個天啲半夜生嘅營業會拍下的，其實差唔多都係我哋美濃嘅烹飪羅品開始的推出的時間，佢幾時人有辦法通冇？有啊，就是用一個認股制的一個活動去做這個白玉蘿蔔。麻煩弄認股制喏，認股在美濃農會這邊已經推動了一段時間了。它的用意其實是要保障農民，因為認股就是讓這些股東們呢，他認一個區域，那這個區域的最後的農作物產出就歸這個股東。那在過程當中，我們所謂的農夫，我們扮演的角色就是去照顧他們。但是我希望能夠讓他們參與到更多進來，所以我就透過他們已經認股了之後，這個區域就是你們的哦。那每一天的狀況跟他們做回報，我們有賴群組，跟這些股東們做回報。那我們也鼓勵這些親子的團體，來帶着他們小朋友一起來參與，包含播種，包含除草、除蟲，然後甚至因為我們是用有機的肥料來做施作，到最後採收，他們都參與其中。嗰個其實幾多我哋呢種下地波嘅生活其實唔可以幾無聊，可是你這個地講用去停頓四季，去辦法通，去生活嘅話，其實而係一個幾快樂嘅一個生活。尤其係我哋喺我哋外嗰度嗰件太故事哦。本來過來福氣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世界，同人講以前用嘅睇美濃辦嘅音樂會，同時作為嘅認股嘅烹飪羅品嘅活動。我想問下時間嚇，現在用認股嘅方式來做烹飪羅品嘅一個種植嘅話，我想問一下，大家人嘅反應有沒有？大家因為我年初會辦嘅親子團體來教咩來。我想法係呢啦，就會每一人從頭到尾能夠參與，因為會有參與感，認同感，嘛會更有對這個產出會更珍惜，所以他們在過程當中，因為有了這些東西，他們自己去照料，他們自己去抓蟲子，所以最後綁的時間就這麼有感覺，小朋友不只是很開心而已，他也覺得說，哇，這個是我的一個好像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所以語言的反應都蠻好。你這個咯，你這個經濟問到係講，
我意思讲，你这个变成一个算是农体的主人，好，你把那个地方挖成一块一小块，算是漂出去，好，比等于种植，按这个平常去照顾因。你这个看到安尼的方法，对我的以前以后还把农村的发展有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嘛，你明白？当然啦，因为一开始马唔理哦，很恐惧，带着一种不安来学来种哦有新的很多人天数，所以种出来东西真是有种出来可以吃了大家有安欢喜，我这个嘛是很有成就感，而且对于我以后会做一点事情就更有勇气，好像有一个强心针，就会对于之后要继续发展，甚至说永续，因为我几来我就希望我以后就都可以提下些的咩，所以我可以发展出一个模式，能够让永续的发展下去，我持续能够有收入，又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棒。系因为好早期我哋传统，我提讲，譬如讲我哋爱强硬爱归到我哋咧农村地步嘅时间，好，像传统我讲我过神奇讲，譬如讲，这个可能古来以前，那先学会做咖啡哦，那先学会做包嘅哦，希望其实，嗰种古来味道一种农作嘅话，其实有时间更加要我哋讲农产品嘅价钱，因为其实讲唔係讲贵个，可是嗰种咧纯粹。你希望讲能够用种禾的啦，种落皮的啦，来过生活的话，其实对嗰种人来讲，也係属于係唔拿白。我说有啲人會真的會講講，咁啊貴嘅話係唔能可以做一件事情。可是你阿咩一啲經驗同人講，其實還是可以講有冇空用嘅方法，你還是可以做一啲友善土地，但是又可以用這個可以繼續睇我哋農種地位。好，繼續生活下一種方法。嗰種土東講嘅，其實你啲阿媽嘅土地，他們有太快啊。分班，差唔多3分田，好。咁你這個土地有土講，馬上要推動新農教育，咁一部分能用嚟進行啊。其實除咗我土地講嘅，本源地我嘅想法，我嘅理念，本源實際的參與進來，在整個過程當中，讓他們對一個事情安尼有感覺嘅，以底下這些細節，他知道他種的這個東西，它的整個過程，他從哪邊來的，他中間會有乜嘅事情，有乜嘅挑戰，有乜嘅困難，語言底下的東西，他們就會更珍惜他們的這些食物。他從這個經驗當中，我也感覺到很多的青年呢演出對於食物的那種想法是改變的。咁種人來講法，但係如果我哋咧參加人，對佢是種下去，佢是椰皮料、絲皮啦，我哋養松水啦，然後慢慢地熱太以後，我哋可以去採收。但係個從個過程地方，一種一啲個按下來一啲烹飪落皮按嚟嘅過程，同時嘛啲個按落去付出按太嘅心力，那佢得到一啲落皮嘅。唔係講按下去菜市場個買到有啲按醬嘅落皮咧，因為其實這個種出來可能冇按醬啦，太細啦、翹啦，有啲有蟲色啦，但是你會發現那個原來我哋看到平常市場看到一啲按拍按出咧，而家花過多心力去照顧一件事情。可是從你這個嚟講，因為唔見咩味道去聽書去照顧阿婆阿媽，然後去接廿一天，可是唔係發展這個嘅一個生農嘅教育。但是你的頭先一開始嘅基本地方有講到另外一個部分都講，比如講夏天嘅時節，唔會去他講去參加嘅咧譬如黃蝶翠谷啦，佢辦發通嘅部分，可是要發通唔係你自己嘅填空嘅事情啦。佢係咪講現在不會發通係講，你這個都冇看到季節嘅時節，你唔會發展出一種像小旅行嘅方法來帶他人出去下。有啲人咧嘛係。這個中長期有個想法啦，因為我回來閩南還不算太久，因為以前往返的時候沒有辦法深入的去認識有個地方，跟民意提那些咧去探勘，因為我辦法通我嫌疑行咩，嫌疑看哪個河段夠適合，
但越来越深入了解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哇，有那么多的秘境，好，然后呢，包含去巴山，就有连接到一些人文的东西、历史的文化的东西进来。透过我自己本身，越来越认识这边的山、这边的水、这边的历史的这些背景，我就觉得说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发挥，有更多的点可以去把它串联起来，去发展成一个更微旅行，或是可以吸引更多周边城市甚至更远的城市的人愿意来。可种这个当初已经生产下几把，已经行到更加嘛攀了几把的发通啦吼。你这个要感觉到，你这个你咪讲到更加位置，你当初的决定係錯嘅咩？當然啦，因为我舉例皮阿媽，這個就是最重要的啊。本來這年呢，可以迷你安歡喜啊，這個接觸大自然，在這麼好的環境裡面去生活，尤其現在這個疫情的關係，每個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那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山水，一個自然環境，能夠待在這邊，又可以做去個我做的事情，我喜歡做的事情，我擅長做的事情，能夠把這些結合起來，然後生活又可以很自由、很輕鬆，沒有很大的壓力去做，我感覺係蠻好的一件事情。然後從我講一句話講安身立命啦，吼，你等於講你要神可以安心的聽住。你要生命嘛，可以睇下企業睇下。其實講好嚟嗰種頭都講伊啲精神，你講其實睇下歌唱地方，你這個嘛感覺到講生意呢，好可以過以前按快樂嘅生活，同時嘛可以照顧到阿媽，好其實嘛係完成這個嘅伊啲想法啦，吼。可是等於講至少基本行到入邊係伊啲個順勢嘅，佢未來呢，也基本佢未來亦想要發展乜東西。第一個就是還是希望說我們的疫情可以越來越好，那因為我給發全部還在活動啊，活動就是要有人，要能夠大家能夠一起參與嘛，所以這個對部分是很重要的。那在第一個就是農田的這部分，我也希望我嘅技術更來更好，這些東西更來讓大家覺得說是好的東西，那。在辦活動嘅部分，還希望可以更精進，讓來的人都可以很開心、很有收穫，然後很喜歡我們的活動，這是我這個努力的一個方向。三歲嘅部分就會講，都有共同嘛。越來越了解的過程當中，那跟在地的這些祖師團體，請益的過程當中，嘛更加講，底下講原來有這麼多我以前不知道的東西，有這麼多人文的素養在裡面。我也希望能夠再把這個更多的元素結合到未來我們發展的這些包含像微旅行或是這樣的一個系統的活動裡面。那最後一個部分就是說，也希望在學法一個部分我自己的孩子也能夠因為環境的關係，能夠更多的認識，然後自己也可以講透過偉傑的協助，可以幫地方的安度的學校的學生，他們可以更自然的、更開心的去講客家，從一個客家的國位，希望可以繼續把這些東西延續下去。因為頭都講，這個睇講嘅地方，其實這個有古來嘅歌唱地方，其實你也要採地嘅組織，採地嘅組織。唔講喺民農愛鄉啦，其他鄉其實嘛本軌道嘅一啲協助，嘛同天數軌道。咁呢類要想到講，怎樣嘅去同一道無強嘅組織，因為其實我哋提供民農軌道 NGO，嘛軌道文史調查啦，冇部分呢啲組織軌道。要想到講，怎樣嘅去同一道組織做無強嘅配合，冇呢個無強嘅合作。其實我一直有在思考，有個事情。不過坦白講我見還不夠。我自己對自己的一個想法是，我還需要了解更多，學習更多。透過這些組織，我現在目前都還在像海綿一樣的在吸收這些東西。那當然我也會希望說，透過更多的了解之後，能夠之後在活動上面可以互相配合，然後
发展出可能更吸引人，或是说更能把在地特色本罗伯尼底耶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好，睇下节目最后吼，我想要唱同啊的，上一跪起路卡人强人，好困有乜建议冇？其实我伫遐3万多年吼，像我一海上堂，我上会跪一家古上啊，可能我强啊，吼无迄个勇气跨出遐一步。啊，不过我今发展出来的我伫做嘅全部的事情，去海我全部无想到。安尼一步一步，我归来的，我做的一个决定的，那开始一学一接触，可以去透过，因为我的核心是想爱提一些皮我的家人，不然有够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一个确定了，我就可以更有勇气的去踏出每一步，做到我今做一条事情，就。咱会本来经按自然、按强顺嘅来做这个欢喜的事情，所以还是很鼓励大家去勇敢的跨出那一步，那他就会有一些新的路在前面。等于讲，你这个冇去做法，一次过受力的话，其实事情还是唔可以转变。可是其实规段我哋路卡一件事情，虽然讲看行来过困难，但是你这个可以行出一第一步，事情如果开始转变。今日我感谢俺的思开来到现场同我的分享，按到你这个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啊！老师讲大家对我们在做的事情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粉丝页“热爱喂养”，快乐的乐热爱喂养，来进一步的了解。感谢大家。